好，来继续来看这个台南市政府为着防疫，在过年期间，将要针对着各风景区甲古迹来做总量的管制。只要入场的人数达到容允流量的8成，就会来启动着管制措施，而且会马上离台南的旅游官网来公告。 台南虎头埤风景区是真侪游客想要去佚佗的所在，这布置已经真有过年的感觉。入口处的提醒就是欢迎大家来耍，不过一定要会记得做好防疫。你点进去之后，点入台南市府佚佗的官网，会使看到每一个景点的人流状况，包括虎头埤、安平、树厝等等。每一个风景区和古迹区拢有总量管制，只要任远的人超过限制，就会开始用有人出去，才会使过有人入来的方式管制。 那如果有超过这个人数的话，我们在门口就会先暂停游客入场。我们按照每个古迹区它的一个腹地的大小啊，会做人流的一个管制。穿着防护衫，庙内庙外拢消毒。这是台南正统罗尼门圣母庙，每年过年拢有真侪外地来的游客。今年庙方年前大消毒。 当然嘛，配合中央防疫的措施，挂嘴暗、酒精消毒、量体温。恁若来到台南正统罗你问圣母庙来，口罩一定爱挂。春节爱生活欢喜，嘛爱做好防疫。建议民众出门之前，先透过线顶的资讯，掌握每一个景点的人流状况和交通管制。